好啦，HashKey 3887終於上市，今日就講下佢啦。HashKey 呢一間公司，簡單講就係一間喺香港攞正牌做加密貨幣交易所嘅金融科技公司，即係好似股票嘅富途或者輝立咁。但佢唔係俾你買騰訊、美團，而係俾你買賣 Bitcoin、比特幣、Ethereum、以太坊呢一類虛擬資產。佢唔只有交易平台，仲有幫大客保管資產、做投資基金，同埋搞一啲區塊鏈技術開發，咁算係幾多範數。咁最大賣點就係佢係香港政府批出牌照嘅合規平台，唔係嗰啲山埃海外網站。理論上安全同穩陣啲，希望唔會賣 JPEX 之類嘅 scam 幣。咁講到個行業有冇潛力，真係要分兩面睇。好嘅一面係而家全世界，尤其係香港，都算係想發展虛擬資產呢個新金融市場，係一個新機會。如果將來越嚟越多人當加密貨幣係投資或者支付工具，咁呢一類合規平台嘅生意自然有得做。但係風險都好明顯。首先，加密貨幣個價上上落落可以好誇張，直接影響交易所嘅生意同收入。其次，行業競爭好激烈，全球有好多大平台，香港本地亦都有其他對手。最後，政府嘅監管政策仲係變緊，冇人知將來會收緊定放寬，所以潛力係有，但絕對係高風險、高波動嘅選擇，唔係穩穩陣陣收息嗰隻。至於呢次 IPO 值唔值得抽，我嘅意見係可以睇定啲，唔使急。點解咁講？第一，公司雖然係香港龍頭，但係一路都係蝕緊錢，而且最新數據顯示收入仲跌緊，即係未揾到穩定賺錢嘅模式。咁雖然有瑞銀、富達呢一啲國際大行做基石投資者撐場，感覺上好穩陣，但呢一啲通常只係保障上市頭幾日，唔會大跌得太難睇。長遠都要睇公司自己表現。對於後生仔嚟講，如果你本身又玩開加密貨幣，又好睇好香港呢個市場，可以用小注怡情嘅心態，拎一小部分閒錢去抽客，係買個機會同經驗，博佢上市後因為香港唯一持牌概念而被炒起。但係如果你係追求穩陣，或者對加密貨幣完全冇認識，咁就完全冇必要勉強去抽，不如等佢上市後出咗一兩份成績表，睇清楚盤數有冇改善，先再考慮都未遲。總括嚟講，呢一隻唔係必須擁有嘅股票，抽唔抽完全取決於你對呢個行業有幾大信心，同你可以承受幾大風險。大家都知道虛擬貨幣價格上落幾大㗎啦，HashKey 嘅股價上落都一定係瘋狂過山車。大家去睇下434博雅互動嘅股價，就會知道虛擬貨幣近嚟嘅走勢係點樣㗎。呢一刻唔算好靚仔，所以除非超額認購好多倍，否則都要諗諗先決定抽唔抽呢一隻 HashKey。如果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嘅資訊，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